会遭殃。哎，你今天就等我一下。好啦，课本杀出来啦，你要笑。不要，我会遭殃啊。不会啊。我找来播啊，来代课。我已经很久没有上过三理化，前一阵子还有带过。你不是带隔壁吗？对啊，对啊。隔壁班。好，是带九班理化。我的爸。补充营养。你动作很快，但是我还是看到。来。喂，总哥啊，你拿手起来，课本杀出来。刚才三公怕有问题无啦？没啦没啦，那问题我换手机啊。来，课本拿出来。Open your book。Hello。Open your book。明星非有病，明星非有病。哎，看我家人，你看来这。第几页？转导啊。啊，来这比较细细。来，第一章，咱来讲天文啊。这个吧，天文这个吧。现在有流行转这种，我以前每一本课本都被我挖出一个洞啊。等放了，老师很会挖哎。我以为每一本课本都被我转出一个洞。在小小的洞里面挖呀挖一下都被我的手指转动过去。因为那个，你刚开始转的时候比较难转，因为它比较红。在黑暗的洞里挖呀挖呀挖，摩擦力就比较大，那就比较好转。这样比较好转吗？去先转。好啦，拍规啦，人皮皮拢互我转皮削啊，拢断了。削到无底。好啦，来，打开第7章。哪页？是190啊。哦。啊，是原本的任务。好啦，接下来上课了，把不相干的东西收起来。哎，你桌上那么多不相干的东西。来，天文的部分，宇宙与太阳系。来，上面一个宇宙。宇宙是宇宙。近身对。古文里面有写到定义，提供上下四方教与古往今来要咒。上下四方教与这所有空间，古往今来又咒所有的时间，所以它叫宇宙。英文，你知道？宇宙英文上，宇宙英文是大于叫 universe， 哎 universe。过来，你台语啊，课文。鲜肉。古人还不知道宇宙到底有多大。大。哦，那你知道吗？哎。如今生。但是我们现在有多大？已经测量出来了。来，多大？宇宙多大年纪跟多大空间呢？宇宙在大约150亿年前，精确一点146亿年前。现在所有宇宙的东西都集中在一个点上，全挤在一个点上。比如说科林啊，我们宇宙那么多星系，光银河系有2000亿颗恒星，宇宙之间有上百亿个像银河系一样或大或小的星系。这些所有东西全部集中在一个点上哦，在150亿年前，然后它发生爆炸了，这就是大霹雳说。这种道理不就别讲，你用150年前上体会，不让体会。物理学家用理论计算出来的，用我们的背景辐射，经过复杂的公式运算出来，怎么算？你们以后钻研这种东西的时候再去研究。反正这是算出来的，不是梦到的，不是我没空的。这个年份也不是乱讲的，他们把它推出来。然后它就以光速
开始发散，一直到现在。所以我们可以说，宇宙的年纪就是150亿年，宇宙的边际就是大概150亿光年。因为它接近光速，光年它光走1年的距离。OK。第一个宇宙1它1年按3线单位，光走1年要是多远？2万圣摩利吗？光1秒钟有多少？30万。30万公里，几个零？个十、百、千、万、10万，公里你还长。汉堡包。公尺，我们让它用公尺哈，我们的标准是用公尺再加3个零，所以这单位是公尺哦。我们把1光年换成公尺，来，这是1秒哈，这是1秒哈，1分钟几秒？60秒，1小时60分，1天24小时，1年365天，把它乘开来。你如果不是工程用计算机，列计算机的表一样，这算出来就是1光年。所以宇宙的边际，你在后面再给它乘以150亿。如果换成公尺，你要换成公尺，所以宇宙很大。你会不会想问我说，老师，那宇宙的外面是什么？哇，宇宙外面宇宙外面没有东西。外洞啊，你连里面都搞不清楚了，你还问外面是什么？傻屌。我们整个宇宙，有7到8成的东西，我们叫它暗物质。为什么叫暗物质？因为我们对它一点概念都没有，剩下的2、3成有概念而已哦。有研究过的不到1/10，所以研究科学、研究宇宙，你也刚刚人类很无知。这7、8成的暗物质，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所以你说这些有没有可能是佛经里面讲的什么天国、什么极乐世界？它会不会在这些暗物质里面妄在？我不敢确定，因为我对它没有概念啊。那宗教讲的这些天国什么，它会不会在里面？天体会不会在里面？我不知道。所以人类所知是很有限的。你学科学，尤其学天文，你会发现人类是很无知的。曾经有一段时间，科学家牛顿之后，爱因斯坦近代物理之前的科学家，他发出豪语，一直科学家都摇摆说，科学，人类的科学已经把所有的东西都研究透彻了，剩下的东西只是把精确度再往下求几位的工作而已了。是啊。那是那时候的科学家讲的哦。结果近代物理一出来，原子分子里面的原子里面运作，又开启我们另外一个世界。你再去看天文，往小的尺度，往大的尺度，都有一番天地，而且这番天地都，我们人类有研究的东西都少之又少。好，所以宇宙的一个光，宇宙的一个光。然后在宇宙现在在膨胀中我们怎么知道宇宙在膨胀中？没有。我们有没有到边边去看？我们怎么知道它在膨胀中？因为科学家发现一种事，叫做红位理。上面一个红位理有一个你们现在物理没学到，我高中会学到叫杜普勒效应，但是你们日常生活都一定有感觉到。你有没有感觉到那个救护车，当它开过你身边的时候，它的音调突然转变？有这种感觉吗？它开过你身边过去之后，它的音高突然下沉，有没有？你也刚刚奇怪，为什么它开过我身边，它又要调音？它要转调呢？不然它都转调，这种就叫杜普勒效应。因为它往你开过来的时候，相对运动靠近，你也刚刚频率变高，波长变短，
所以你听出来音调会变高。当它远离你去的时候，相反，波长拉大，频率变低，所以声音变低了。光也有这种特性，声波有这种特性，光也有这种特性。结果我们研究光的红位移，我们发现一件事：所有的恒星都在远离我们。啊？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因为如果我们在动，一定会有些，我们会离有些东西靠近，有些东西远吗？怎么会所有都在远离我们？奇怪。只有一种解释，宇宙在膨胀，就像吹气球一样。气球上，如果你在吹气球，气球上点很多点，你在把气球吹大的时候，每一点之间的距离是不是都互相远离了？宇宙就像这样，所以才会有这种红位移的现象。小妹吃。啊，你讲安膨胀为落位安怎？给他太阳。到底会无穷无尽的膨胀下去，还是有一天到一个极限停下来？不会啊，还是丢等来？我们对压扁。又回一点，不知道，没有定论。科学家只有一个，他认为定下来不动比较不可能。这好像怎样？你一颗球，到底滚到这边会回来，还是会滚过去，还是会停在上面？那你转。都有可能嘛，但是比较不可能是什么？正好停在上面不动，因为那是不稳定的状态。那就刚刚好就是停在上面。哎，不稳定的状态，还不能说不可能，但是几率比较小。哎，播音上，好好上课了。好好上课。有会有。我面对你啊！你面对我，你的手也伸回来了。来，宇宙里面有上百亿个我们所谓的星系，星系就是组成宇宙的基本单元，就像细胞是组成人体的最小单元。最小单元是什么意思？给说，你看这细胞哦，它可以进食，它可以活动，细胞还会排泄，它有跟人体一样，只是它比较小。可是你再把细胞拆开，你单独细胞核，它有没有这种副作用？它就不会了。细胞核本身就不会，所以细胞本身就像一个小的人体一样，它会吸收养分，它会运动，它会排泄。所以星系就好像宇宙的细胞一样。啊，星系就好像宇宙的细胞一样，所以我们也把星系叫做岛宇宙。我们所在的星系，正中，叫它，唔慢哦，写日子爱写哦。好啦，写。我们在的星系，叫它，在星系，银河系啊。你想要跟银河，你想要跟银河，要不然你们怎么过情人节？牛郎织女的故事来了嘛？牛郎星跟织女星每年七夕银河相会嘛？你听过牛郎织女的故事无？没有。小时候不是都看中国神话？你看了那个，你会不会觉得牛郎是个渣男？织女为什么爱上他？那么那个到楼边脱人家衣服来把人家脱的，无数不言。他讲话很深情。然后可以解，谁知道银河系的英文？银河系。你个来，我叫你讲英文，我没叫你用外国人说银河系。银河系的英文我知道，银河系。有英文很好，你回答我。说，我知道 ，Silver River，银嘛
银嘛，河嘛，河马，然后那个外国人讲 Silver River 嘛，你知啊，因为他会中文啊。我本来不知道，我是高中的时候也是在一首英文歌里面，我看到了一个片语，这个片语呢是个大写开头，这代表什么？专有名词嘛，对不对？哇，好长啊！Milky Way， 对我说这什么牛奶露？Milky Way 啊。对啊，这是台湾是牛奶。milk 是牛奶 ，milk 就是形容词。Milk Head， 你记得那时候上课 Milk Head， 我回答哪？我大Milky Way 啊。哎 ，milk 就是你可以形容词是像乳白色的一样，对，就是道路嘛。再一次。后来我一查，这居然是一科系，是吗？的英文。学对的。就是所以你改一查。但到了当科学爸妈改名。我们的银河是中国神话故事的命名，外国的银河也是他们，不是中国神话，是希腊罗马神话来的。这么有品味。什么故事呢？它为什么叫 The Milky Way？ 明星飞曲。天神。天神宙斯啊，有一次在外面捡到一个小孩，然后呢，就把他抱到他老婆天后的怀里。哦，那吸他的奶。然后呢，天后醒来，一看一个陌生的小孩竟然在吸我的奶，然后他就用力一推，结果这小孩就飞出去了。因为他正在吸奶嘛，所以那个乳汁就洒了一道出去，变成。图书馆有这个书，我带你去看。你干嘛呢？然后他开始在讲一下那画面。不要进婴儿，对啊，你讲有爱你躲在家。刘佳，你今天没有要啊？背住了。啊！刘佳，你有钱吗？等一下，我们包括之后讲的行星命名，它都跟希腊罗马的神有关，神话故事里面的神有关。OK， 好，特兰，银河多大呢？为什么我们看起来像一条白色的带？不管河流也好，组织也好，因为它是成一个圆盘状。侧面看会成一个圆盘状，所以当你往这个方向看过来，很多的星星密集在一起，就变成像一条带子一样横过天际。可是呢，你若从上面看下去，它有中心比较星星比较多，它周围是一些悬背，然后中心的悬背。然后我们太阳所在的地方，就是它其中一个悬背叫猎户座悬背的外围。我们太阳是在偏远地区哦。我们太阳这颗恒星哦，喝了没有？我们太阳这颗恒星是在宇宙里面画家啦。它在宇宙里面是比太阳大30-40倍、50-60倍的恒星很多，太阳是不太亮。你说不太亮，那搞看它这些不太亮。太阳这么亮，你们都知道嘛？它离我们很近。可是你知道有多近吗？我给你一个直观一点的。如果我们把太阳跟所有的恒星都等距离缩短，一直到太阳在我们前面1公尺，那应该就是烧死。你知道第二近的恒星离我们多远？100公里。1公里。100公里。你台北在台北400公里。OK 啊，那这样很远。太阳在我们前面1公尺哦，第二近的哦。太阳是最近的恒星哦，第二近的
离我们400公里。还好吧？300对多。太阳光照到我们是500秒8分钟啊。那一颗星第2镜哦，好像3年多吧，也就是它离我们的光年是3年多，所以8分钟比3年多就是这种比例。所以你都知道，太阳不止近到离，所以太阳不怎么亮，在宇宙中不怎么亮，但是我们却会爬咖啡西，是这样呢。啊，来，这个银河系的直径多少呢？10万光年。10万光年。光从这边到这边要走10万年。等于说，好，那太阳家哦，因为那模拟边边啊，假设这边是8万年，8万光年好了。如果这边的星星哈，我们看到它，然后它现在忽然不见了，8万年，我们还可以看着它8万年哦。OK， 然后才会看到，不见了。其实它8万年前都不见。它太阳球干嘛？太阳镜啊，推干薄体，我们还可以到外面晒8分钟的太阳，然后才会黑掉。对啊，本来就是啊，因为我们现在晒到太阳光是8分钟以前的。还有哪有？如果它距离3光年，那我们看到它的光就是3年前。它现在不见了，我们还可以看着它3年。它现在如果爆掉了，我们要3年后我们才看到，爆掉了，就是它3年前就爆掉了。光年就是这样嘛，好，光年就是这样。所以这是银河系，来刷来。星系在下面就是恒星，恒星可以是只会发光的星，然后我们这个恒星叫做太阳。来，太阳1粒以上，东山哦。上 ，You are my 沙滩上太阳，这个上。必须。烧必须，好吧？不是啊，你不是说3？万翻译，对。哦，老师知道，那这样子吗？老师什么 bitch？ 不要骂脏话，不要骂到乱来了。我没有教这个乱来。你沙滩上的太阳。来，我们太阳这个恒星底下带着8大行星。我一张它是9大行星，你有要和你讲过去啊？你要张。刚好配本发生什么事了？老师不是都被乖乖好丢掉。哪一个出事了？证明那个全出事了。东西。冥王星嘛。冥王星怎么了？它为什么它爆掉马上被砸烂了吗？对。没有，人家好在那边。人家好在那边。它只是被踢出了行星的定义。是谁踢出去？所以它被降级了啦。它被降级成矮行星。相当于同降级。好。因为我们后来在冥王星的外围又发现了第10颗、第11颗、第12颗、第13颗、第14颗、第15颗，跟冥王星类似的。所以我印象中好像2007年，我不知道有没有讲错，这个年代我都不知道。2006，我记错一点。2006年，国际天文学会开会，它有2个议案哦。要不就把修改行星的定义，把冥王星踢出行星圈；要不就把冥王星外面这第10颗、11颗、13颗全部拉进来，变成太阳系这么多行星。我另一点好险把它踢出去，不然我要被多打几颗了哦。我刚刚做不了，还想要被鬼我不知道。他反正修改规则之后，冥王星就被归类成矮行星。还打我啊？他眼睛还拔掉。听到你的声音。再来看8大行星。
视讯白堆有个概念，我再改天介绍一下英文名称。来，林汉最近的第一颗叫哪？太阳。星星呐，星星呐。来，你再换两课本。水星的 water star， Water Star， 不到厉害。跟喷风。火彩星，来，再来 Golden Star， 金星，金星。来后一粒，第三粒，唔知你来呀20啦， ？Fire 是第四粒啦。第三粒毕竟徛伫顶管啦。Dick ball， 第四粒。火星你别我没讲啦，英文不是这个啦。叫 Fire Star， 我们先讲完中文啦。来下一个。Fire Star 啦，来，先第二个啊。土星，这里上。 Tree， Wood Star， 来，土星，那个土星是什么？哎呀，土，看忘记土来了，了吗？我忘记了。土星，土壤的英文你看，好像是 soil 啊，对吧 ？SOIL， 土壤，哎，这个单词比较少用。来，下一个。天王星 Sky King Star， Sky King 啊，海王星。然后 C King， 没有问题，蛮好的，哎，就这样而已。英文名称，水星叫 Mercury， 我拼音不太MERCU， 现在来讲 Mercury， 我先讲它什么水。水星是信差之神，上归啦，送信的。因为水星为什么把它封信差之神？水星你看，水星它的运行速度最快，所以我们看到水星那个速度跑得快，送信然后跑得快，对不对？所以它是信差之神。金星最有名，金星的英文名字你们应该都听过，叫做 Venus， 维纳斯。维纳斯是什么神？一个，不知道。你们要看奥名画嘛？站在贝壳上的裸女，维纳斯的海中升起。有。维纳斯应该是属于美神啊，美丽之神。然后只是他都把它遮起来。那个，然后啊，维纳斯我刚刚好像哦。因为它很想象不起来。太。地球是Earth，地球是什么神？地球其实是一个，他们叫盖亚女神，是大地女神的意思。大地。大类亚当。火星呢？火星的英文叫做 Mars。哦，对了，火星战神，因为火星是红色的，红色就让你想到血，血就让你想到战争，所以火星是战神。木星的英文叫做 Jupiter。它就是。我其实很多都听过，但我忘记了。Julie， 你想的 Jupiter， 你高安学港有种误解，你以为是那种长着翅膀，然后背着弓箭，然后拿起来乱射那个小男孩，对不对？乱射的光屁股小男孩，对不对 ？No， 你吃过？乱射的小男孩。那个是什么神？爱神，爱这个专门射箭的嘛。我错了你们，我本来瞎了，你等那个。你说那个不是丘比特吗？丘比特不是他吗 I'm feeling lonely。太高。丘比特不是爱神，丘比特是天神。他在哪海共？希腊文跟罗马文是不一样，所以他们有相同的神话。也就是同样的神，在希腊的名称跟罗马名称是不一样。我们用的绝大部分都是罗马名称，然后 Venus、Mars，
Jupiter， 但是 Jupiter 在希腊的名称里面，它的翻译过来，大家比较熟悉，叫做宙斯。大家好，我们是谁？他是天神，所以他的玉皇大帝啊，玉皇大帝类比我们的玉皇大帝。他在希腊名称里面是 Zeus， 但是他的罗马名称就叫 果汁，Juice。好，来，土星啊，让我承认 ，Toss， 土星叫 Saturn。它是 Saturn 啊，Saturn，这个白痴。好啦，北西和一叫他一名。对啊，他真那种字特别那个。他是什么神？他叫谷物之神。那个什么？因为土星看起来就是黄土色的，所以土地就是重谷的神。然后他们还有一个连结哦，土星这个Saturn是上一代的天神，也就是那个丘比特的爸爸。哎，不是忘记是不是他？战神Mars是丘比特的儿子。干。猴仔已经学姐我的心情。没事没事。有鸡腿。你这三代同堂的关系。好。三代。所以天王星就是什么？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Uranus 它是Saturn的老肥，也就是第一代的天神。这个 Uranus 传位给Saturn 再传位给 Zeus 就是现在这一代。然后Mars就是 Zeus 的儿子。他这4代就对了啦。Uranus 也是这8颗行星里面唯一用希腊名称取名的。Uranus 是希腊，它的希腊名称，其他都是罗马的名称，罗马文的名称。最后一个 Neptune 是海神的意思，没有在上一代了啊，找不到在上一代了。所以因为那个 Neptune 就是海神的意思，因为海王星是一颗很蓝的星体，所以我们把它想象成海洋。然后天王星也很蓝啊。天王星 Uranus 啊，我刚刚讲过，它是第一代的天神啊，土星是第2代，目前的是 Jupiter， 所以他们是你都是世袭制的啦，好，所以他是第一代，他是他儿子，这个又是他孙子，他这个曾孙，好，一直到火星。我们把它分成2组。这一组，那就这类木行星，木星当组长。类地。这一组叫类地，地球当组长。地球当组长原因是因为我们在地球上。对呀。木星当组长原因是因为木星是里面最大的。既然要分成这2类，它的意思就是说这2类行星有非常明显的不同。来。什么不同？第一个最大不同，组成成分不同，长得不一样。后面这4颗，我们可以叫它是气体行星，它没有地壳，所以你们可以听起来有人讲，哦，我去登陆什么木星，登陆土星，没有路给你登啊，掉下去。但是我们会登陆火星，我们人类已经登陆过火星，火星有路可以登。你要登陆木星，你今天派超太空人飞到木星上，会发生什么事呢？穿过去，你会接触到大气越来越浓，越来越浓，最后整个被它卷进去，因为它整个星球是一个流体。后来以后木星再大一点，它会变成另外一个太阳，也就是它自己那个气体的重力会让自己里面核反应引燃起来，产生核融合反应，然后点燃变成一颗太阳。太阳不够大，所以它没有办法变太阳。再大一点就可以了。就有那个尺寸了。所以后面这10颗都气体行星。第一个，当时你做的，你做的，因为它是气体，密度就有差，它的密度都是1左右。
前面这4颗密度小的也有3到4，3、4、5、6那边，因为它是由金属岩石组成，这是由气体组成，所以密度第一个差别，第二个还有什么差别？来，另化岩大小有没有分别？其实它画的没有照比例哦，它有偷偷把类地行星再放大一点哦。否则的话，我告诉你，木星相当于好几百颗的地球。木星的大小这么大，还行啊，哪有？好，不要再细要做大量，远比这个还大，而且是大了上百倍。这是第二个。那既然这样，两边谁比较重？一个密度大，一个体积大，那整颗而言谁比较重？不知道。我比较重。它的密度只有大它大概3、4倍啊，可它的体积是几百倍啊，所以谁重？要算后面的这木星比较重啊，要算 m 等于 v 乘。因为它密度它密度3到4，可是它的整个体积是上百倍的啊。然后卫星的数量，前面的卫星可能没有，或是1颗球，按单地球比较月球的。我用好标的细量哦，像那木星、土星哦，都有近100颗的卫星哦，这个也有20、30颗哦。我讲中秋节人一晚赏月光，满天月亮，是说你根本上不了上面了啊。他们的卫星有些比前面的类地行星还要大颗，它们的组成大概都是跟类地行星一样，都是金属岩石组成。所以这是几个，还有他们在比较外面啊，地方大家拢会集在一起，好像分类一样，会不会穿插？不是这个意思。太阳形成的时候，原本就会把质量密度比较大的东西吸在里面，密度比较小的东西推到外面去，所以很自然的，密度小的气体行星都被推到外围去。OK。密度大都被它吸在里面，所以都变成4颗在里面，这4颗类地在外面。好，除了这8大行星之外，太阳系还有什么？其实太阳系绝大部分，整个太阳系的质量有99%以上是太阳本身。所有这些质量加起来，99%以上是太阳的质量，剩下不到1%是我们所有的行星、卫星，还有什么？这个中间有一个叫做小行星带，碎片散在这整个轨道上。有一种说法是，那你这里曾经有一颗行星，后来被撞破，整个粉身碎骨。也有一种说法是，太阳系形成就抓了这些碎片在这边。因为科学家有写出一个公式来它这个公式里面有一个 n 带1的时候正好是水星的轨道 ，n 带2的时候正好是金星的轨道半径，n 带3的时候是地球的轨道半径 ，n 带4的时候是火星的轨道半径。木星要带多少度？不是带4，是带5。哦哟。带5才会得到木星的轨道，这也是科学家为什么怀疑说，那带4的就这一个小行星小行星带的都好，其他剩下就是彗星，还有刚刚讲的矮行星，这就是整个太阳系的组成整个大气的。